哦，就是这个话。你的话，我说的平时生你的素质那么有这个对了。我干嘛现在过有面吃面做有说个话，然后呢有的光起点么个说个话，来配合嘛你个在么个呢，阿里抓他的个那打就说个话，在年一铺你个光阿米，你抓年里你抓年里你抓年里有说个的嘛哦，有说个嘛瓜，来配合我多嘛比，么个瓜我多嘛你个的嘛的阿米有说个的嘛哦，我的阿米有求你，有说个嘛比。嘛，学的快嘛的有路嘛啊！可是有说个的嘛，我那你俺也提专业，俺也理专业，俺也出专业，么有的说个话，你们那的瓜老大的嘛的难对了么？理你不得不来那班大班，我的是专业么？我那地嘛的有阿里后来呗，阿里说来呗，阿里五多来呗，别的嘛明明说中，我家有说节嘛，瓜说啥呢？路上那嘛不理二来配二表的嘛的有路人是对嘞，俺娃么就瓜来配二表的嘛吃了哇，对嘛的有路人对嘞，你们有说那么关键，理你不提不。我就说了，不，俺们有说你懂哦，莫怪你的决定阿米，你别个多的地方阿米，因为多年的我提过，就我做那么有别好情况，我就别来提个，这个吃我，我说你个嘛，对我都讲我，你个俺们啥个吃我，啥个就你啥个就我做这个里头，这个李个吃我嘛，我说李个吃的，李嘛你不对不的，提个你个啥个，李个别的嘛，你推过就你，莫怪的嘛，我不都有啥不，我查有嘛，的李个我都是你，的嘛提个嘛也得提我，你提啥提李提。你提嘛提不过就管提木嘛的过嘛大，提木嘛过就你过不到进来的，汪，有的很多都是，一屋的过就嘛过那边啊，你推过就你有时过不到呀嘛不着你，一时那边你离原么这个样啊么，如果就是价值离不我，提嘛得么多啊，嘛价值收多少米，那你那像我，如明明收家的话嘛得过去，别是那是的，啊就是这样可以什么啊，好吧。